你确定你刚才一个人在家吗？我当然是一个人在家啦。杨大伟呢？他没下班呢。刚才我们打电话的时候，电话里传来那种声音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啊。多吃点啊！大伟，谢谢你啊！光棍节还带着我们一块儿过节呢。那是，我跟可风不能看见你们几个这个独守空楼啊！照着你。多吃点啊！好了，真好吃。可不是嘛。哎呀，掉了。哎呀，你们帮我找一下筷子。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哎，可不，你把你那什么不辣的那给我涮点呗。啊，没开呢。还差点。看那什么时候开啊？这个。大号。啊。哎，大伟，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，我喂你吃一个红糖粽子。不，我这吃饱了，这粽子太占地方，我吃点这些就行。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你多吃点，你才有力气。我吃点豆腐。你是男人你就吃了。我不吃什么豆腐？我不吃。就这么小一粽子你都吃不进去，你还怎么当男人啊？对呀。老婆，你快跟他们说一下吧，你干嘛呢？大伟，你吃了，让他们看你是不是男人。是不是？就是啊。是男人就吃了。可棒。你是不是男人？快吃。那我要吃的可真是为了你啊。吃。男人。好，为了再次对大伟表示感谢，来加一个，来，干杯！啊！杜呵对你真的没那种想法？我们是纯友谊，怎么就不相信呢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是不相信男女之间会有纯友谊。但我觉得啊，男女之间只有两种情，一种呢是爱情，另一种是偷情。狭隘。那你们和大伟之间不是友谊吗？啊，我跟杨大伟之间那是姐们儿。我们家大伟是纯爷们儿。我就是想说，他跟我们姐妹之间感情好。我那个时候还觉得他跟乐晨他们俩之间，乐晨怎么可能会看上他？什么意思啊？那个乐晨有点配不上杨大伟，是不是？
只有你宁可风跟梁大伟之间，那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我跟我们家大伟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天生一对儿，天生一对儿。他怎么样啊？慌着呢，还不知道那个开荒的人在哪。下午茶 party 上，我的眼光一直都没有离开你，而你却没看我一眼。我把那个秘密告诉了艾玛，可是那个他那个到时候会问他。行吧你，还能说爱呢？怎么了？我一黄花大闺女，我谈个恋爱怎么了？谁呀？他叫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一个人？一个人？哎，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你什么意思？问你话呢？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你说不说？珊珊，雷小姐很守时吗？你也很守时啊。当然了，干我们这行的职业病，时间观念都很强。我叫李志，1982年2月2号出生，籍贯是吉林省吉林市，东北人。2002年考入政法大学法律系，2012年研究生毕业，现在在经营自己的一家律师事务所，有2次惨痛的恋爱经历，无婚史，无子女，有车有房，有稳定的收入。以上就是我的个人基本资料。介绍的太全面了，我也需要像这样做一个全套的自我介绍吗？不用了。城市走婚的第2条，隔离式交往里不是写的吗？不要追问你不想回答的问题。律师果然是循规蹈矩啊。饿了吧？我们先点点东西吃好吗？好啊。我了解过的这家餐厅的套餐经济实惠，物美价廉。A 套餐送